人得错，扛沙扛赌闲赌，呃，看看啥人话做几赌，就是读个读，去年闹啊，读一读，做几名赌。读个名读，你这个名哦，你名漏没没掉了，写，对，这边的名字对，这边有个名，蓝才做卡萨康都下毒啊，蓝吧还是蓝？蓝是道路，你只念了那个蓝上面那个蓝，你后面那个漏掉了，ham ham，嗯，ham 吧。不，汉堡不是鞋子啊，我汉是鞋子啊，汉堡是什么呢？就是汉堡差不，汉堡差不是啊，汉堡差不是指的是，嗯，有些人有些人很谦虚，有些人是很怎么讲呢？汉堡差不就是很嗯，他就有些人是啊，不是爱笑，就是往往中的就是做什么事都是先自己要很冲动，或者是说，比方说吃东西的时候，他就会弄很多，他不会去害羞，他就会到那啊，马上装很多的，像这种粗鲁的，就是汉堡包啊，嗯，啊。把全部其他的，把其他的菜、其他的碗里面的菜全部夹在自己的那个是，对，有点意思。那你刚刚那个是没关系，没事，慢慢来。ham得做卡萨康都卡萨康都下毒，那去呢？这个名度翻译中文那些鞋子啊，乱七八糟的，简直看不下去。啊。放放的你是卡萨卡，就是不没有放，就是规定的，也乱放嘛。卡萨卡都是乱放卡萨卡了啊，这个康萨康了，也卡萨卡了，康萨康都。通常我们口语呢，这个俺没有卡萨卡多，卡萨卡多，康萨康，俺的他们就是康萨康多，卡萨卡了。我们通常，你是查字典卡萨卡多吗？啊，我们口语或者卡萨卡了，卡萨卡口语的话啊，就没有那个卡。嗯，现在你那个是商报里面康萨康度一样，康萨康度就是意思是书面里面康萨康度嘛。那如果是口语的话，卡萨卡了，卡萨卡了，卡萨卡了，到处哦。但是这个是康萨康度是一对，没有错，是书面。卡萨卡了，沙加卡萨卡了多牛，沙加我去过各种各样的地方嘛，沙加是地方对吧？那卡萨卡了啊，啥叫卡萨卡了蜗牛？有一个歌嘛，今年哈，我去过各种地方，但是最快乐的是自己的故乡，那个拉萨，它有一个歌，这个歌好像也蛮流行的，卡斯卡了啊。那你这个是康斯卡了，可以，没错，可以康斯卡。第二个，迪朗哥他爹他有么？他有马的呗？什么意思？
还没停好吗？嗯，停在哪里？第啷个他的菜有么子呗？啊，啷个啷个的他的菜有么子呗？这个是句子，可以把这个的啷个的把这个的放在后面。啷个的他的菜有么？你这个车子还有弄没？意思是这个车子还没弄好吗？还没弄完吗？啊，所以说啷个的后面。那你还是要加啷个的呢？啷个的呢？啊，的啷个啊，的啷个所以因为的是指的是前面这个车子，所以啷个的啊，这个车子你是直接用中文翻的，这个车子，藏文是车子这个啊，他的菜嘛的，好，还没弄好吗？哎。这谁写的？启伦，Kirang Loklegi Nas Kirang Loklegi Sang 张安，Jogi Duge 前给读给，前给读给哦，Chengi Duge，对你记得电脑的密码吗？对，没错。先让罗列电脑嘛，罗列给上三啊密码，三万是密码，三万是密，安的三位安踏，如果是全部也讲的三位安踏，那缩写三安，了解吗？三位安踏，安踏是号码嘛？直接缩写三安，安踏可以写吧？你们长安沙场安踏数字嘛？啊你还记得电脑的密码吗？很好，对，Korangi Moja Dang东当了，东大啦，去年去年300那那啊，那我国主机机敏度印度这边漏了个是啥？走，翻译。啊，这受不了他开车的方式。对，没错，库兰给摸着东当，这边有的有啥东当嘛？库兰给摸着东当了，去年闹钟都受不了他开车的方式对，没错，库兰给摸着当了，去年闹钟都哦，这样就可以很好，库兰给摸着东当了，这边一个点摸着嘛，摸着东当了，摸着东当了，去年闹钟都。很好，好，这边空气给车些当地能就救的，去年可呢，那哇，那我做给这个民度，名度不错，好，他欢迎，说话的态度哦，简直受简直也受不了，受不了。对，第二个是，风给这些单给那么久的，去年闹钟们都，嗯，呃，那么就是表情呢，然后第二个是你，卡桑克拉那种那种切的切切毒剂，的就切毒酒，是吧？切的就呃铁大差，他的差，铁大他的差，他他的差他有有马马这日边呗，多了一个马对吧？嗯，他的。
가상의 계란라 낭종 채도 쭉바 다대 차요 마를 빼哎，昨天叫你写作业，到现在还没好吗？ 하면 하마데 예 가상 계란 낭종 채도 쭉 다대 차요 마를 빼就就是叫他，我叫他做切的就就是一个切的就吧，有点像命令嘛，叫他切的就，我昨天叫你写那个作业了，你还没做完。好，如果是在家有，你开始开上了，然后就切的就不贴那件事嘛，切的就不贴，他的才用我了呗。好，修华吗？嗯，没关系，没关系。他带嫁了那句，那句他带嫁了那句那句天狼，对，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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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那我做做给民民度去年让我做个民度，走，这个要合起来走。然后这个他的这个字怎么念呢？你念的很对，刚刚他的，写错了，我也不知道。你这个拉对不对？拉这个嘛，拉对不对？你把写在那个大字写在这里了，对不对？其实把大字写在这后面，那就把那个大嘛对，我写错字了。你把这个字写在这边他爹，所以在后面就有个大爹嘛，他爹，这样就猜对嘛。他爹，你把这个整个平着，老师，我看我那个字我不会念诶，你会念吗？对，看我不会念。那你刚刚念起了他爹，是啊，但是我这边也写错了，但是那个字我不会念，我看我写的字。上加字嘛，那个是机字，他爹下了那句去年闹钟，他爹什么意思？你的中文翻译？意思是目前的情况我简直看不下去。他爹下了那句去年闹钟目前的情况，他爹下了那句去年闹钟，目前的情况我看不下去，那句去年闹钟，第二个。他都嘛，他带他带他爹，他他的他带差约马尔贝差油门呗，他爹差了油门呗，差约这个你写成了跟牙的差别，这是这是牙，这是差异知道吗？笔画不一样啊，嗯，油门这边，懂了吗？他爹差油门这边，他还要加吗？他都懂了吗马还是都马就好了，都马他带不用加懂了吗？他爹差油门这边就是还没有，懂吗？还没有做完吗？啊。他们，我没有说就是他们说的我还是把那个过了你，他们不放你，没有办法，这个他们写的是那个字，你这个大跟他是一样，
他们觉得大跟他是一样。他是这样写，他是这样弯，有差别吧？有差。好，不错，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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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一个是吧？新豆枯啊，它的茶有嘛呗？新豆壳它的茶有嘛呗？果汁还没有好吗？果汁还问新豆壳它的茶有嘛呗？可以，新豆壳，嗯，这里记录清啦，去年的我做给面多。这里去六千了，去年闹这个门头，数学课很受不了。啊，数学课受不了，可以，这里啊，可以，可以，NG，这里六千可以啊，这里六千是可以啊，嗯，数学的课根本不爽嘛，还逃课吗？数学课，哎，我们到哪里了？是春秋季商路到恰恰的哪子？再往前，这里我们忘记漏掉了图片是吧？哦，我有没有注意到？我操！对对对对，这是我的错，我没有发现。嗯，平一寄给我的时候，我通常都会去看嘛。哎，我有没有放图片？这个地方我忘记了，我没有，对吧？啊，吐露，吐露，跪吧，跪吧，卷布，卷布，去吧，去吧。吐露是服装衣服嘛？吐露，吐露是衣服，这个我们很多学过很多次，对不对？我记得之前都有学过吐露，吐露啊，上衣啊，不吐露不仅上衣，吐露是不是上衣？吐露是整体裤子穿的都讲吐露，你身上穿的就是统称。嗯跪吧，跪吧啊，就是跪吧任职的意思，跪吧或者是新进了跪吧，刚论了跪吧，就是卷布，卷布，卷布是能干，没卷布这个能干的人没卷布，两个卷布，两个卷布，哦，两个就工作嘛，就是他很会做事的，两个卷布，嗯，去吧，去吧，去就是洗的意思嘛，赶紧去吧，赶紧去吧，đảm着拖，热度啊，赶紧去吧。它前面有个毛呗是未来的，是不是？我们前面那个句子毛吧，毛呗，赶紧去吧。đảm着拖，热度啊，他接不人不去，他接不人不去给广播那样，毛呗，赶紧去吧的，盘面积穷呢，公个面呐，公个面呐，三三七度，耶，三三七度，耶。这个你也是，其实写法的话是一定要放在前面嘛，我是这么想嘛。
但是口语里面呢，就是讲话的时候，这个顺序是可以放在讲的时候详细的，然后是先放在是我想的嘛，啊，所以写字如果是写的话，这个不能写放在后面，因为前面讲的你的想法，那讲话的时候是没有问题嘛。刚才就我们刚刚讲到的什么呢？啊，未来的市政嘛，马红别刚才说是未来的市政，是啊，咱们就是选，那选举方面呢，咱们就投热多就是热多就是嘛，热多啊，就是他说就是选举未来市政是投就是关于嘛，有关这个投，这是关于啊，就是有关选举未来施政的知识。干论咱们就投这多，干论吃吧，咱们就投这多，咱们就是选的意思，选举，嗯嗯呃，臭就是一般是可以的意思嘛，可以是臭，这个臭臭个马的意思是吧？臭个的意思臭。臭是可否的，臭是可以的意思。抽个日呗卡拉萨抽个日呗，可以吃饭吗？抽个日呗，所以选可以选啊、其实好像是我这个臭是写错，应该要写派的唱臭啊，这就我看如果是臭是这个臭是方向嘛，这个方向啊。先我们把这个先写错这个，那这个错是方向的部分啊，等所以等错的我觉得我是关于选市政方面的。那交工人不起，那当然了嘛，对不对？交工人就是雇主，那遵者答，我们直接说成遵者答案了吗？现在遵者答案了吗的广播了，广播就是什么呢？他的内心。他的思想当中、思维当中，或者内心当中广播了啊。毛北甘论吃不未来的施政，未来的这个施政，毛博是未来嘛？那甘论吃不是施政，对不对？盆面基础呢？他是想什么呢？盆面就是女性嘛，盆面就是女性。哦，我这个也写错了，盆面应该要写，不是，女生。平面，平面，平面，不是说我那个是平面是平面，平面其实是女性啊，希望有一个女性，市政是希望有个女性，男女平等嘛，有时候有女性像滚个面呐，它是滚个面呐是真的是这个滚个面呢是想嗯。他是这么想，好，是不是？尊者是不是在想未来的市政要有一个女性啊？这是公给 man 呐，这是他的猜测嘛？啊，三张起读他是这么想的。
三十度是想，我是这么想，我在想，这是哪喇嘛是不是在想往后的未来的施政是有一个女性？盘面甘论吃不惯呐，盘面甘论吃不惯呐，盘面甘论吃不惯呐，卡拉是什么嘞？当然的观念里，女生还是要做饭的。女生在家里面做事的都是女生，所以她的观念是，那谁做饭呢？做饭的是女生来做。这个思想就是大男人主义的思想吗？还是啊？街上对他讲，就是因为他讲前面那个人是谁讲的？他是说我有尊者会不会想未来的施政希望有个女性嘛？他不认同这件事嘛？啊，如果是女性当成甘露寺的话，谁做饭呢？哦，对对，求拉讲的嘛，求拉。对，给上是他是思维是比较，裘拉是有学位的人嘛，对不对？那个里面裘拉是比较有学位，对对对对对对对，给上是没有读书的人，所以呢，肚子痛的那个人，对，卡拉斯是什么人？啊，卡拉斯谁会做饭？出过水那个人，出过水那个人，小孩子谁看呐？出过水那个人，吐露水出过来，吐露水出过来。谁洗衣服呢？哦，那出去就他不服气了啊，他太太就出去嘛，对，他不服气，他就回复嘛，키라니 통중了，키라니 통중了，키란주초가키란주초가 가지 시부 주연나 매나 가지 시부 주연나 매나 안주 김에기 잔다 갈래 갭기 여봐 잔다 갈래 갭기 여봐 那确定不服就是呢，看让你同住了，你这样瞧不起女性啊瞧不起同中是贬低嘛瞧不起的意思就是同中马气，不要瞧不起啊。这边加一个通亲，就是很注重嘛，通亲，对对对对对，通亲重视嘛，通确实是没错，是看，嗯，就是看重嘛。那一个是看轻啊，就是你瞧不起的意思嘛。你这样瞧不起女性啊？看样子瞧个卡最媳妇呢？看样子你们瞧个就是男人嘛，就是瞧个样子就是这些丈夫，一般是瞧个是丈夫嘛，对不对？啊，这些结婚的这些丈夫啊，瞧个卡最全部刚刚讲的什么有能力嘛？有多能力，不管有无能力，全部有呢没呢，因为有呢就是有嘛，没呢是没有啊，那就是我就反正不管有无能力啊，俺这姐妹给俺这姐妹，我们这些女人，对不对？长得干来结果也是同样在努力干活啊，
我们也在同样努力在干活啊。咱的干累节就是干累节吧，就是同样在做事，同样在工作，同样在努力。嗯，长得就是同样长得，对对对，长得平等的。嗯，就是如果不过长得干累节会，那你不用讲长得的话，那干累节不同一样的，干累节不节个意思。那你要节不上放在后面，干累节不节个语，干累后面加一个节不，干累节不。咖喱长的这个长的是也后面也可以啊，咖喱长的几个意思。这个长的是后面，刚刚我刚鸡巴也放在后面嘛，那个长的也可以放在咖喱的后面，咖喱长的几个月，长的咖喱几个月都一样。这边啊，阿嘞阿嘞，穷究极三路当哇，吃想呢，我让做加阿拉，阿嘞是首先，啊啊。穷究极就是啊，恰恰呢，恰恰就是例如嘛，恰恰就是例如，恰恰就是例如。那例如什么呢？穷究极就小小的事情呢，穷究极怎么当呢？就是拿一件小小的来想，穷究极就小小的，三么当就是去想，所以我们拿一件小小事来想。马上就讲了，我们在印度。啊，马上就讲了，我们在印度。哦，那你们的作业，所以把这个给这水写个的，给这水写个的，一个水提个的，一个水提个的，三个水等个的，三个水等个的。啊，谁会讲话，对不对？给这水写个的，谁会讲话？一个水提个的，谁会写字？啊，一个水提个的，啊，是谁写字？三个水等个的，是谁会想？嗯嗯仁波切，嗯，以后那个底色可不可以不要用很深的？因为如果用黑白列印，就是字都印不，那个哦，红字都看不见了。这个对，不要用黑色、深色的话就深色。印出来都红色都看不见，哦，黑黑的。他们印出来的谢谢。看不清字。对，好，了解那个颜色要浅的，是不是？浅色才会看得清。嗯，印出来的时候，你们这个就红色。好，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时间也到，你们作业知道吧？这个两个，这个造句啊，是一些对，这个一个是这里，然后再这个，知道吗？红色的照着放着，你们改变黑色的，也可以写长短，就是比较长一点的也可以啊。嗯，当你身边他们见了，一些脑部来了呗，全球主呗，300亿大都接报的这么少。강도수단로비체单一归了面大西，写了300塔巴亿，桥都接报的这么少。新郎官都让有了，多几年莫一马他大些没入这边呢，真的多年多不少。人性也别心间你，地动查不有没同，人家的当切不西，你把高位竞争少。到了先给他到给，西个老说没里边，全国让给连把，这个闲了不话少。打了先给他到给，西个老说没里边。
총거랑기 렘바다 개가 셴라 비워쇼 칼라다기 편다베 레와체와 간식 신도 미리 뇌체나 신예 담바르다오쇼 도낭외단 유바이 펜데 마나군라 마이 뇌단 동해군 상외달라 렘바쇼 대다군양 쇼예기 도베 지메 마바 최근 주말 치벨 시미 청원 레드쇼 라소 토지치 토지